我哋而家所講嘅呢，就係講緊我哋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，而我哋呢，香港嘅特區政府亦都係直轄中央人民政府。咁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，其實呢，陳文敏今日嗰個講法呢，說到底呢，即係其實呢，佢無論係咩情況都好啦，都係抗拒其實。對於我哋香港回歸咗之後，喺法制上啦，喺政治上作咗個根本性嘅改變呢個事實。喺基本法第7條呢，就係所有嘅土地屬於國家，而呢，我哋香港根據埋我哋嘅第20條就係話，國家授權俾我哋香港去使用同管理嘅土地。咁如果係咁嘅情況，佢今日喺電台所指嘅係唔成立，同埋而家講緊高鐵嘅一地兩檢，其實係中央授權嘅話咧，係唔會違反基本法嘅。